大家好，今日嘅恒生指數咧就收報喺24,000樓上，升咗0.7%。成交量方面係同過往20天平均成交量相若嘅。咁今日我就會同大家講多幾隻放大量嘅港股啦。如果你想知道係邊幾隻嘅話咧，記得聽到最後啦。首先同大家睇翻上一條影片所提及嘅嗰兩隻港股啦。第一隻係赤峰黃金。咁喺上一條影片都提及到啦，赤峰黃金嘅支持位咧就會係31附近啦。咁今日收市價咧咁啱 exactly 就去到31蚊呢個位。咁當然啦，之前都冇 expect 佢一支大陰燭咁樣對落嚟嘅。咁可以再留意一下之後一兩日嘅發展啦，先再作部署。MACD 方面啦，佢仍然係一個金叉嘅狀態嘅。咁上一條影片都講過啦，咁呢一個位呢，佢亦都會出現一個金叉，亦都好快反轉。咁我哋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股價之後發展嘅走勢。咁而黃金方面就有兩大利好嘅因素啦，第一就係戰爭啦，第二就係特朗普嗰個不確定性。第二隻要講嘅股票呢，就係健康之路。咁上一條影片亦都提及到啦，佢應該要守住呢一條線嘅。咁而今日咧，佢係一支大陰燭咁樣插落嚟，咁嘅形態上面係好唔好嘅？其實都基本上可以唔睇嘅啦。MACD 方面啦，亦都講過啦，佢其實咧都有 potential 係一個死叉嘅，而今日咧正正咧就有死叉嘅出現啦。咁所以亦都唔會再去暫時性啦，都唔會再去睇呢隻股票。你見到成交量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巨大嘅，甚至仲高於前一日嘅成交量。咁所以咧，呢一隻股票就暫時唔會再睇㗎啦。跟住我想講一隻大家都好關注嘅港股啦，就係小米。咁你見到啦，小米其實而家個形態係非常之好嘅，一個 VCP 嘅形態啦，再加上咧佢嘅波浪係不斷收縮，你見到佢個波浪底都係不斷漸高啦。今日嘅量比1.56，成交量相比過往幾日係大嘅，但係如果你睇翻之前嘅成交量，當然佢唔夠呢一段時間嘅成交再大啦，或者再碌前少少，佢再之前嘅成交都會係再大啲嘅。但唔緊要，佢今日咧做咗一個手勢，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嘅。而家咧就係等緊佢究竟係爆上啊，定係會穿破咗呢條線而往下插嘅。咁我哋再睇一睇佢之後嘅發展咯。跟住我想講嘅係1929周大福。咁頭先都講咗另一隻黃金相關嘅股票啦，赤峰黃金。咁呢隻周大福咧就非常之牛嘅，你見到佢近幾個月啦，其實係不斷咁升嘅。今日嘅量比1.65，好似唔係一個爆量，但係其實佢前一日嘅成交量係非常之巨大嘅，咁樣先至拉低咗少少呢一個嘅 ratio 啦。咁其實今日嘅成交量都唔錯嘅，其實。不過咧，而家喺高位嘅情況之下，亦都唔會去高追啦，咁就會考慮等佢回落翻少少，嚟到一啲嘅支持嘅水平，大約12個幾先至會再作考慮啦。咁你畫翻周 K 嘅話，其實就係之前嘅一啲嘅高點。暫時嚟講，其實都相對延伸啊，所以其實都會係留意一下後續嘅走勢為主。跟住落嚟想講嘅一隻股票就係6060眾安在線啊！你見到佢今日嘅量比係1.98啊，其實係非常之大量嘅。佢由呢一日開始啦，其實26號啦，或者係5月23號開始啦，就有啲大成交量，跟住有好多幾好嘅一個後續嘅走勢啦。雖然亦都佢波幅大啦，呢幾日都會咁插落嚟，但係咧佢喺今日咧仍然有一個好大嘅買方嘅支持咯，上升咗12.57%。咁當然啦，亦都係希望佢會拉回翻少少先至再買入啦。咁一個支持位就係喺佢開盤價大約19蚊附近咯。不過你睇翻呢隻股票咧，其實都好現身啦。咁所以我哋姑且觀望一下先，再睇一睇佢後續嘅發展如何啦。
另一隻想講嘅股票就係2208金風科技，佢今日嘅量比都唔細嘅，1.77，係見到啦，係呢幾日啦，佢嘅成交量都係比較大嘅，尤其是由呢一日開始啦，其實就奠定咗佢之後就會有個升幅㗎啦。6月3號一個比較大嘅成交量，佢之後大約回到呢支陽燭嘅一半度啦，跟住再有個升勢。咁而家喺呢個水平呢，就都幾延伸㗎啦。咁佢上邊呢，大約7.84呢啲位置呢，有一個比較大嘅阻力位，就係之前嘅一個高位啦，喺12月嘅時候。成交量呢，雖然係節節上升啦，但係其實都係真係幾延伸㗎啦，呢啲位置佢都會有可能會有個拉回嘅。跟住想講嘅係3888金山軟件，咁今日呢，佢就升咗11%，係非常之大嘅，量比2.5啦，亦都係一個爆量嘅，甚至係1月今年以嚟最大嘅一個成交量嘅一日。咁你見到啦，佢都俾呢一條嘅下降嘅阻力線頂住咗啦，呢度有個阻力嘅，因為佢都升得幾多嘅，佢有機會會嚟到翻呢一個嘅支持位，然後再做整理，然後再突破呢一條嘅下降阻力線嘅。咁而喺呢一個 breakout 嘅位置買入呢，佢比較好一啲嘅。咁我哋再睇下佢後續嘅發展啦。咁提起金山軟件咧，都想講埋另一隻相關嘅股票啦，就係268啦，金蝶。咁呢一隻股票雖然佢今日嘅量比就唔大嘅0.85，咁點解想講呢？就係因為佢其實係有少少拉回嘅走勢嘅。你見到呢度啦，其實都有幾好嘅一個 VCP 嘅形態啦。然後而家咧就係一個做緊一啲整理啦。呢幾日都係圍繞住13個半至到14個幾嘅範圍之內係做一啲整理。如果你睇翻大約可能2小時圖，咁希望佢守得住呢一條上升嘅支持線啦。佢其實有機會係盤中嘅時候咧，掂一掂呢一條線，然之後先可能再反彈上去嘅。咁個買點如果係喺掂到呢條線反彈嗰下買嘅話咧，其實會係比較嘅。咁個買點如果係喺掂到呢條線反彈嗰下買嘅話咧，其實會係比較理想啦。咁不過呢個就要盤中嘅操作啦。咁整體嘅走勢其實都係唔錯嘅。下一隻股票就係9698萬國數據，佢今日嘅量比係1.54，你見到成交量係都唔少嘅。而之前嗰幾日嘅成交量，其實你見到啦，綠色呢幾支巴其實都係幾高嘅成交量嘅，咁所以其實都代表緊佢有一啲買盤嘅支持。咁你見到啦，其實佢今日咧就做咗一個 breakout 嘅。如果咧你喺 breakout 嘅位置去買入咧，大約26.1咧，其實係一個唔錯嘅位嚟嘅。咁當然啦，其實佢都未必會喺之後嗰幾日砰砰聲咁樣爆上嘅，佢亦都有可能會回一回測呢一條線，然後先至再反彈上去嘅。咁所以如果聽日後日其實佢都有可能會掂翻呢啲位嘅，但係可能未必會有好長嘅時間逗留喺度咯，可能會掂一掂，然後就做出一個反彈，大約26蚊至到去25.5呢啲位啦。如果係之後嗰2日嘅話，咁呢啲位置呢，其實極有機會啦作出一啲反彈嘅，因為佢同時亦都有其他 MA 嘅支持。咁我哋可以再留意一下佢之後嘅走勢啦。跟住落嚟想講一隻地產股，12號恒基地產，今日嘅量比係1.55，成交量完全唔低嘅，就算係過去嗰幾日嘅成交量呢，其實都幾高下嘅。咁我哋見到啦，今日佢一支陽燭突破咗之前嘅高位，
26.35。咁如果個大市繼續好嘅話呢，佢有可能只係會低量地拉回到去呢啲位置啦，26.3呢啲位置，然之後繼續上升。但如果大盤表現比較差啦，尤其是美股啦，如果美股回嘅話呢，咁港股亦都有可能跟住回。咁到時候呢，呢隻股票有可能會落到去呢個裂口呢啲嘅位置，24.3呢啲位置先再有支持。咁我哋再睇下佢之後嘅發展如何。最後一隻我想講嘅股票係1038長江基建集團。咁我留意到啦，呢隻股票佢有個頭肩底形態嘅。咁雖然要一啲想像力啦，咁佢又歪咗少少嘅。呢一個左肩，呢個係一個頭，呢個係一個右肩。咁頭肩底嘅形態買點呢係可以有兩個嘅。第一呢，就係佢突破咗頸線，即係呢兩日嘅時候啦，買入啦，或者佢上升完之後翻嚟回測翻頸線嘅位買入啦。咁即係今日啦，或者係前兩日買入嘅。咁你見到大約今日升咗1.84%，其實佢呢一個位咧，你可以做一個止蝕嘅位啦，即係可能止蝕係喺呢一個波浪嘅底部再低少少啦，可能51.2啊，51蚊呢啲位置。咁甚至你喺下邊咧，其實佢呢啲 MA 線其實都會有一啲支持嘅。咁呢一隻股票今日嘅量比就1.51啦，就比過往幾日大嘅。雖然如果再比較之前嘅成交量未必算太大啊，但係其實呢，你見到佢都不斷有啲買盤嘅支持嘅。咁所以呢，係一個幾值得留意嘅一個藍籌股嚟嘅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或者唔中意呢條片呢，都記得 CLS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